台中有农民指控讲，因为有建商伫因做事的田附近抽地下水，造成因今年一期的稻仔减收4成。台中的都市发展局嘛，请农业专家来了解指出讲，虽然抽排地下水的计划无问题，也毋过因为水内底铁的成分上过悬，确实有影响到稻仔营养吸收的能力，会要求业者甲农民来协调，看安怎来补偿。 灌溉沟仔的水看起来拢黄的，布花甲叶仔也拢去用染色。台中市南屯区地平里一位稻仔田，当地农民是指控附近建商去年11月开始抽地下水排入沟仔当中，结果今年一期稻作欠收4成，因这期是这的水质受到影响所造成。建商抽水落来原来灌溉沟内面，稻作是比人较迟缓、较迟钝，而且成长的枝数分基嘛较少。 分基较少，当然就是直接影响到迄个生产量嘛。这个氧化铁它本身它会吸附在那个稻作的根部，那根部讲让它在吸收氧的时候，它会没有办法去吸收。农民讲家己有7分地，以往收成每分地会使产出1700台斤的稻仔，但是今年煞收无900台斤，而且稻仔生长的过程明显较慢，造成最后收入损失至少3万块。 台中市环保局抽验水质化验，虽然无验出有害的重金属，但是确定铁质的含量较悬。都发局证实，确实有附近的建商开挖申请抽排水的计划，但是作业并无违规的证书。请教过农业专家认为有可能是地下水含铁量较悬，影响到稻仔的营养吸收。那据国外的文献是说，会影响到稻作的那个吸收养分。 会影响它的产量会下降了。国发局去协助转资那个建案的那个相关关系人去跟农民去协调那个有一些补偿的一个方式啦。建商并无对外回应，都发局是强调，排放地下水含铁量较悬，确实会造成稻仔欠收，会协助建商甲农民协调补偿。后续会要求建商加深抽水井的深度，撇开含铁量较侪的地层。记者台中报道。